这几天北部地区透风落雨，安德文化大学今仔日是考11级的风。这学校伫下晡3点临时宣布停课，拜二嘛全面改做线顶上课。 文化大学学生雨伞雨风在甲歹歹去，因为风雨受过大，受旱过，紧摕手机出来翕相。现在风雨是真透，就连这徛是徛袂稳的。这学生基本上雨伞拢是抓袂安的，就连这石坎拢出现这个小小的水墙。也有2个学生非常无奈，徛伫石坎顶悬，无退路，根本就无法度叮当。在那边撑雨伞，你会飞走，然后以上都是雨伞尸体啊。雨衣应该是也没救了啦，要回去洗澡了。 受到东北季风和风性风台外围环流强盘效应影响，文化大厦出现11级的强阵风，学校也宣布伫拜一下晡3点开始停课，拜二全面改做线顶上课，因为通知受过临时，真侪学生拢唔知影有这件代志。所以你知道要那个放台风假了吗？我们群组里面有在讲，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到很确定。下午3点就放假。哦，真的吗？ 我们这个资讯有点太落后了。每天都放台风假哦，太好了。线上啊，变线上上课。哦。除了文化大厦，根据气象所预估，未来24点钟内，北部也有一寡县市的雨水量有可能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停班课标准，我们以如果是350毫米的一个雨量来说的话，台北市山区、新北市山区还有宜兰山区是有可能来到。 总累就是24小时累积300以上，然后到490毫米之间哦。不过气象署嘛强调，虽然雨水量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不过敢会停班停课，也是要由各县市的政府来做决定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